国际上要紧，咱来看克里姆林宫宣布总统普廷已经甲国防部长绍伊古换落来，该做是经济学家出身的文官贝洛索夫来接。因那绍伊古会转做是罗西亚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，因那是换人的理由，讲是为了创新。联邦议会上议公布，绍伊古将会离开国防部长的职位，由贝洛索夫接。Очень важно вписать экономику силового блока в экономику страны. Вписать с тем, чтобы она соответстввала динамике нынешнего момента. И второе, наверное, что важно отметить, это сегодня на поле боя. 战争也搁伫咧拍，国防部怎么交予无军事经验的经济学家贝洛索夫接，互人正意外。克里姆林宫讲，国防加国安部分的预算进前是3%，要一直提悬到最近的6.7%。总统普廷和有经济背景的文官来主讲国防部，确保相关支出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，也正重要。因那绍伊古将会转任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，被认为是主将比国防部更加高阶的职务，确保政绩的延续性。因那实际指挥组织的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是继续做。今年68岁绍伊古，自2012年开始担任国防部长，在俄乌战争的时阵是关键的决策人物。伊2023年甲俄罗斯佣兵集团的瓦格纳领袖普里戈金关系变歹，当时普里戈金这场兵变失败，就被骂绍伊古是败类老小偷啊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